轉來咱國內今仔日國中會考第2天，考自然、英文甲英文聽力。會考成績是6月初5公布，7月初7進前公布分發的結果。考生加油！各校的加油團鬥陣來為考生加油，超過18萬考生參加國中教育會考，17進入第2天，不少考生在家長的陪伴之下，透早就到考場準備。物理對我本來就是我比較弱科，所以就是不會很有把握，小就都有在學，所以相對來講會比較容易一點。自然有生物啊、物理化學啊。都混在一起，所以準備起來可能就會比較多一點。考生感覺自然考是理工學科的重要基礎，英文是甲國際溝通的重要工具，農民偏會會點頭應考。會考在中途考試結束了，又到部長陳榮耀佇台中會場開會，閣做考題分析。自然考由基本觀念地形出發，發展到高層次的活用題，結合學生生活經驗，有鑑別度。因此考試題照單一適中原則，重視真實甲自然的語言使用。今年的題目當中，大概有70%多的題目是屬於有圖或者表或是圖加表的題目，也有一些題目雖然它在題目上是沒有圖表，但是我們學生在解題的時候，他必須要有文轉圖的能力。21題，一位女主播她報道了城市的鐵路地下化這個都市計劃，然後呢採訪了3位市民的看法。那學生在處理這個部分要辨識不同的聲音以及他們語句當中表達的立場。115年的會考命題是嚴格遵循12年國教108課綱的一個精神。教育部強調，這擺試題結合學生所用的分析綜合、多文轉化等能力，因為在17早起發生地動，有部分試場引導學生停筆延畢1到3分鐘，然後農經照規定延長作答時間，確保公平。會考成績按上6月初5公布，6月18開始開放選志願，7月初7進前公布分發的結果。記者綜合報道。